找跟别走一个 pose， 准备好一个步步，算到300头梳妆头发，这个回应不用好漂亮的放一种发布。不知道乡长有什么样的任务要交给我？有我们诗坛的快闪小酒馆，我可能会安排在角咖啡馆。哦，对，那个老板娘呢也蛮热心的。有遇到。学长好。那我们是明天开始呢，都会有3场的社区的宣导。要来演戏啊？对呀，不要来演戏哈。这是一个演员烤肉大会。但是我们等一下来请有空的人要来学一下跳舞，表演给张青一起看，觉得应该很有趣。然后我们需要小队成员这边来帮忙的是用火用电的安全，然后一个避难逃生的，然后讲完之后我们就开始要做示范。那今天的油锅灭火的部分也要做一个示范。好，谢谢。我们面对前面哦，对的，面对这边，谢谢。够，这样看起来是够的吧？先这样，不够再拿。哇，标准。然后我们就是会接这个，因为接这个才是喷水的啊。对，好。大家早。你们有没有听说過我们这一个组合？有。我们做的好不好？好。棒不棒？哦，也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配合，好不好？好，那我们现在就要邀请到我们诗坛消防队的队长来为大家讲解一下我们今天要做的消防仪器。麦克风给队长。那今天呢，有好几个部分我要跟大家来做说明。那我们这个就是我先讲一下就是我们助警器跟灭火器都很重要。我们为什么要设闹钟，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们在睡眠的时候，我们的听觉大概还可以维持大概80%，但是我们的嗅觉就是会降到非常低，所以我们需要安装这个助警器，及早的怎么样侦知火灾。消防队长讲话比较严肃一点，然后有点学术一点的那个专有名词太多。我有时候也想说，我可能会听不懂。这个助警器它有分侦烟式的跟定温式的。那时候他在问问题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想法，因为你所有的东西都把答案都讲出来了，他们根本吸收不进去。这个对想要听的人，他们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兴趣，会很容易对放空了。来，我们这边呢，太多了，看不到。太多了，看这个可能字太小。我们会一边一一讲解。我们有一个电器使用习惯的有一个5不1没有。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家里面用电第一天的就是我们是比较照以往的宣导方式来做宣导，可能会觉得说，我这样子已经有讲到大概大部分的内容，那他们回去是可以记得了多少？对，这个是一个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啦。昨天有提到这个的一个操作口诀，有没有我们小队成员有没有知道？我们要先拉苗压扫。那我们的第一个拉是要拉什么？第一个要先拉，要先拉再才能按。没有，要先拉开才按得下去。那个是手榴弹呐，手榴弹讲的那个是手榴弹，手榴弹。他要先把这个叉烧拿掉，所以要先拉。
第一个我先压不下去了。哦，压不下去。我要先拉才能平压。常怕我们会误触，所以现在是压不了的。对可是这个拔起来之后拉掉了，它就可以压。我觉得其实有驻村小队的参与啊，哇，那这个是丰富太多，而且很有变化，甚至于呢，在我说错了或是有口误的部分，他们也还补上，我觉得说这一点是非常的厉害的。好，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我们的油锅啊，它是属于 B 类的。油类火灾，油类火灾，它不能够用水来灭火。我今天在煮菜的时候，我的油烟起火了，怎么办？来，那我们就是要来点火喽。好，那这个先往旁边移吧。好，这个部分呢，对，啊，丢，第一排的已经有1/3都移到后面去了。保护你们。啊，注意看哦，注意看哦，点火了啊！哦，这时候完了，开始哇，紧张！我们赶快先找到合适的锅盖啊，怎么办？今天半太小了，拿了这个可以吗？这个可以吗？太小了，这个，试试看，这个盖一下。啊，盖不起来，不行，还会烧啊！啊，怎么办？知道吗？找一个可以匹配的。有，你看现在风过来了，我就要先防护自己。然后呢，对，这样。好，盖下去。哦，要盖还要盖还要关那个。对，然后再来呢，炉火要怎么样？关起来。关起来，关起来。哎，再来呢，它现在这边温度很烫，很高，所以我们要用来弄湿，干湿。哎，不要拧太干哦。现在你不要烫到。没关系。对，好，让它就是可以冷却，然后静置一段时间。好，静置一段时间。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比较我们正确的一个油锅起火，我们来做油锅面。等一下，因为它这个没有完全。大块的就会唔免移太过哦，個速度。OK， 哦好。皮過頭，洗皮過頭都唔會。我今天坐在一个阿婆旁边，然后因为他好像只会说客语，然后我真的很想要跟他交流，但是我一直听不懂他讲的几个字，然后我重复之后，他又一直满脸问号的看着我，我就觉得有点可惜。接下来最精彩的部分要来喽，先问问有奖真答哈。我们要送的是看起来很像垃圾袋，但是它是一个购物的手提袋。好，这个是我们大湖宣导义消赞助我们的，是给大家的一个宣导品。那我们第一题，我们要谁先来发问？你现在是在做示范，他在秀，他在秀一下，表现一下。秀一下，来，放进去，来可以放一下。啊，对，一个购物袋，还剩一个沐浴乳，就是我们今天最好的产品啊。好，那我们现在开始进行有奖征答。请问发生火灾要拿几号？19。啊，那个狗。19。哦。补充一下，当你119打不通的时候该怎么办？打到110。哎呦。哎，有姐姐知道，直接送了。这个因为我们刚刚没有讲过。好，我们每个人都来轮流问一下啊。刚刚说灭火器使用的4个步骤，1、2、3，举手。好，大哥记得拉苗少一个。混没有混，要怎么让它分出来？拉苗压少。拉对苗压少。答对。拉苗压少，拉牙会吃蟑螂。拉苗压混，小火快跑，浓烟什么？关门。灭火器是什么颜色？对，哎，我怎么关？答对了。他说橙色。他说什么色都没关系，答对。今天是大放送啦，因为灭火器没有一定是什么颜色的，对，也是有不是红色的。对。请问今天开心的举手。1、2、3、4、5、6、7、8，送10瓶。好，因为我们今天已经看过队长怎么上的，对，明天就知道，也许在这个环节就可以开始送了。对。认真的部分当然还是要认真，对。可是稍微起伏，让大家振奋一下，是继续听下去也比较重要。那我们请一轩来帮我们做一个涉水的一个动作。是我了，我也揪出啊。好。
掌声鼓励。还有我们有嘉宾要来体验一下哦。来打。哇！拉。哦，好。消防单位在灭火的时候。好了。哦。太好了。谢谢。我们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游戏，跟大家一起同乐。可以介绍一下，这个是洗衣精，然后我们卫生纸送1条，还是要送1包？1条。啊，卫生纸。你说一条，那算你的哦。1条就好。贵姓？潘哦，甘大哥，来，到那边来，加油，甘哥哥，慢慢来。哦，有了，抬脚。我们4个吗？试试看。你有看过我们4个？有关天书吗？天时明星啊，天时明星。他有一种说不要吵我了，我在运动。已经好了。不好意思，到底是谁设计的？现在换一个游戏，如果你推到卫生纸，再送你1个洗衣精，再加1瓶生活运动饮料。可以哦哈。还有，推到房这里1条卫生纸，再加1个洗碗巾，洗衣精。哦，这样子哦。哥哥，你笑到流眼泪。哇，这个也送了啦，好不好？这个最贵了。来，我们队长了，怎么可以？来，该你。对啊，那么辛苦。很多瓶哦，今天拿很多瓶。哇！你还没推过？要看啊，不要看啊。看一下啦。哎呦，你要看干嘛？一样的啦。一样的哦。谢谢大家，今天很开心，所有的长辈们，我们度过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早上哈。真愉悦。肚子饿了吧？吃饱吗？很忙啊。好，谢谢。马上就吃了。对的，那我们准备吃饭了啊。好，谢谢大家，谢谢你们，谢谢。距离够，大家都练习走路，很好。这个很轻啊。那我要给很有力啊。安子飞，开闭了。哪里来？快杯来嘅。小地瓜，董护士。第一次来到这里，是栗子地瓜吗？是。好吃哦。小地瓜。没想到你就是那一首歌的原创作人。你店内贩卖的商品也是你自己做的？是回来从头学起。对，回来从头学，所以。没想到你就是那一首歌的原创作人。你店内贩卖的商品也是你自己做的？是回来从头学起。对，回来从头学。而且很意外，就是斯坦这个地方有一个。哎呦 ，Hello，Welcome， 太搞好，太搞好。嗨，队长，新年好，安子生，来给他。安子生，所以你先坐吧，我们来并坐一下哈。好，我们并桌。施明帅要发挥他的专长。好的，咖啡啊，咖啡对不对？来，哇塞，文哥，这是我的专辑，哇，来一曲，谢谢。生命初次见面，只有在金曲奖看转播看到的。哦，真的哦，你有在现场吗？我没有在。默默追踪我了吗？默默看。好，我们大家要不要做？好，呛头。突然有点大。我们很好。知道我们是驻村小队的事情吗？知道啊。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比我们清楚嘞。哦，比你们还清楚吧？没有，其实我也不清楚。因为我们那边做了很多很有意义的鼓。真的哦。我相信你应该知道我们来到这里。斯坦其实我来过。你来过。我之前表演的时候有来过，在义民庙。
然后还有古道前面都有表演过，所以你会不会觉得诗坛这个所有的乡亲们，他们都非常的热情？还不错哎。对，而且我是客家人。哎呦，你是客家人？对，他是客家。可是刚刚我是客语天后，没有。是几岁？客语最佳。哦，对哈，拿过个金曲奖而已，也没什么。哇，金曲奖哎，很难哦。有空间的呀。也是有在做主持方面的。有客家的一个歌唱比赛节目，跟罗哥罗时丰一起。蛮牛哦。挠捏大擂腿，可以教大家 slogan。你们等下如果去街上喊，搞不好相亲会看。挠捏大擂腿。那你有没有心里面有股热血，想要加入我们？我觉得是很有热血，但是这个话感觉怎么好像有点，好像有洞在那边，太明显。有个洞上面铺了个草的感觉。有些事情哦，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当你去做了之后，你发现到，当你成就了一些事情，你心里面那种感动是很。是。我们前2天去修古道。修古道。修古道。认真修吗？亲力亲为，他们必须要把所有的木头从山上背到山上，从山下背到山上去。那我们都经历了那样子的过程，还要爬山。应该修好了吧？修好了。不是要修古道吗？不是。乡长有给我们一个任务，就是说希望我们可以说这个诗坛这个地方都没有什么夜生活，让我们试试看能不能试营运一个小酒馆那样子的东西。小酒馆，真的吗？所以我们就要想场地。阿公阿婆不会8点就睡觉吗？阿公阿嬷可能不想这么晚没关系，可是年轻人晚上有个地方去，不然他们的作息都变得跟老人家一样，8点就去睡了。对，那我们来试试看，我们乡长，那我们就来找一个场地。对，这个地方那个会去直接啦，所以是我这边吗？就直接这样啊？我不晓得我们这边没有，我们其实我们昨天也去骑脚踏车，把整个地方都看了看，绕了一下。说实在的，最好的就是这里了，合适的。可以接触你这个地方吗？有这个荣幸吗？哎呦，真的吗？真的可以吗？就可以啊。那我可以负责唱歌部分。真的假的？真的。唱歌部分。你知道我们是几号吗？啊？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吗？哎，怎么样？你什么时候？我又是1个月驻村唱歌。没有，我们是唱1个月。跟你们聊天，我觉得要很小心。我们是13号，13号开始，然后不知道25号你会不会也有空？对，因为我们接下来可能每个礼拜都要有一点唱歌的行程。对。每个礼拜是吗？差不多，每一个大概是。你的眼神充满了那个非常感触，已经有点泪光了。那应该，我觉得慢慢来，我们先投10问如下，先试试看。先来试试看，现在玩一玩。我相信诗坛这个地方好像还好山好水，大家都很有热情，应该可以让你留下来。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先邀请吉娜参加，我们等一下本来就要录一个 podcast。podcast， 因为我们吹着嘴的没问题。对，因为而且我们4个不太会说客家话，所以真的客家话就我们都很努力的在硬讲哦，真的。对啊，我们都听得懂 OK。反应管理你听得懂？啊？你再说一次。繁养拱领吧？真的有。繁养拱领直接翻的话，繁养拱领，繁养拱领，差不多8、7项可以。石坦用 V 神兽这样子，石坦雄 V 神兽 ，V 神，哎 V 神，我有7层哎，7层差不多，你这有一半是3层，你可以回去查族谱，我觉得你应该有客家学。哦，真的，对啊，那我们就这样子办，那我们可能还需要有一点布置。非常感谢各位乡亲第一次来收听我们的广播。首先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特别来宾，非常会唱歌的金曲歌后吉娜。耶！这边差不多点朋友，记茶红跟乡亲朋友大家好，我迄今仔讲的永秀英，我迄今仔美如主持客家天使头跟农业大旅会，农业强好落有吃到青树丝嘛啊，青树丝的声音，就用来吉娜本人了哈，大家好，来掌声鼓励。金钱6个 podcast 它不是 live。
两摆 podcast 迄 T 摆 New Life 诶，就会讲，因为我是第一次来嘛，然后像其他的 Andy 跟其他社区跟呈演都有认识了呀。故时候就有青岛跟福通啊，就是他现场有很多的互动，然后就有村民可能就会要那个飞鸽传书之类的，然后大家就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我们今天现场呢，也有很多我们曾经认识的乡亲朋友，在这个电台啊收听我们的节目。对，大家好。哎，太高哦！我们来到这边已经将近2个礼拜了，我们越来越认识越来越多人。对，而且这个人几乎每天都会碰到，尤其是我们这个古老师。我那天遇到古妈妈，第一次遇到她，她说她以前不是这里来，她是21岁嫁过来的。哦，从那边嫁过来。对，然后她嫁来的时候，这里啊，没有电。没有电，没电，然后每天哭。还有一位就是带我们去修古道的耀聪，哦，耀聪哥真的非常热心呐，几乎每天都遇到他。耀聪哥，对，什么时候摘水果给我们？哦，我觉得哦，你真的是很有福气的，真的，中国太太很漂亮。我这个居然是重点，很有福气呀。还有一位就是我们干爸，啊，我觉得他很安居乐业。对，那我们经常经过他们家的时候，都看到他跟他太太一起在看电视。然后他就跟我说，因为他太太比较行动不方便，所以就一直守着他，陪着他。对。哇，间谍情深。对啦，跟爸爸同样不勇敢，亲亲吼，很幸福，互相照顾，亲很厚很有。对，非常的好。村长蛮晚的，村长各位乡亲，我们尽量不要邀请村长过来。为什么不要邀请？气氛会被他抢，气氛被他抢走。我们村长很爱演，真的哦，很爱唱。群众那会把气氛冲走了。对，那村长自己都70岁了，真的呀。然后说自己在这里是欧巴，很年轻。这里可能是瑞村吧。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声音放出去呢，几乎我们碰到的他们都在听，真的。对，那还有一些故事，我觉得我们会慢慢再去发现到，我们是从外地来，感受到他们这一块土地的一个很正能量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愿意做很多的事情，我们希望能够增加一点点关于施展这方面客家的文化也好，美食也好，或者他们观光事业，也可以让其他人认识。对，所以我们还有很多重要的讯息要告诉大家。10月13号，小酒馆嘅发通，我同太子甲通知一下啦吼。13号几多点？上周什么时间？6点30分怎么说？6点半。6点半开始。开甲向他冲狗，向他挑母，挑他示范，挑他来聊。而且那天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行程，所以所有的乡亲们，你们只要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都会做到。你要是不帅唱歌，他也不大会唱歌。唱，你会唱吗？唱爆。对啊！今天非常开心的邀请到整个那边安之谁什么能够来在这个地方啊这么温馨的小镇里面跟你相遇，也是缘分啊！谢谢我们4的乡亲，谢谢。新闻大哥，下次见，拜拜。安之谁？张来了，结束。相当完美，相当热闹，还好有你在，不然我们真的可以，哇塞，我还要及时口译，超棒的，吉娜超棒的，吉娜真的超棒的，吉娜棒。来人到了，可以先坐哦。辛苦各位了，因为想8点赶快放大家回去休息。尾神兽在那里，大家再帮我聚集一点点，因为今天红哥没有办法过来，帮我做聚集。开嘎后，哎，是宝马，对不起，我要补回来。宝马，对，我补回来。回来。小帅跟音乐梦坐这边，文文坐这边。对。吉娜你好，你先坐这里，谢谢你。谢谢。懂了。好，我是导演子敬，孔子的子，尊敬的敬。子敬导演好。对，导演好。我是吉娜，我还不知道我要干嘛。
大家好，会唱歌吧？会唱歌。我们昨天在马路上跳的歌就是吉娜的歌。对，而且吉娜，你知道你是导演跟编剧许愿来的吗？我们是真的假的？对。我这么好请，为什么要许愿？写联络就好了。那大家都已经到齐了，然后听说我们小队有个礼物要送给所有的人，为了庆祝所有的团员到齐，没错，我们最强演剧团最强演剧就要来发我们的制服啦。新腔，大家传一下，然后有各种不同的大小的话，我们晚一点互相换。这有胖子友善衣服吗？对，一定有的，一定有的。那我们最后掌声欢迎大家啦！在我们剧本到之前呢，我们还是可以先跟大家说一下这次在戏里大家有的角色。目前会有4位演员来分饰芬芬这个角色，不同阶段的芬芬。没错，所以我们还从最年轻的尤里，然后呢，对，她是小芬，这个小芬，然后这是小芬芬，然后佩宇是中芬芬，然后最后是大芬芬。芬芬的妈妈就是招娣。在这边，招娣，他隔壁他附近呢就住着一个大财主，叫阿辉伯。阿辉伯是我们的红哥会饰演。阿辉伯呢会有一个小孩叫阿才，就是我们的小聪来饰演啦。是的，对总裁。这故事是这样的，芬芬的妈妈呢一直很希望芬芬可以嫁给这个阿才，她就跟阿辉伯谈好，因为人家家里也挺有钱的。阿才这个人又很老实，就很希望她嫁给他。但是呢，杀出了一个程咬金，叫做阿雄。这个阿雄呢，不小心呢，就把芬芬带到台北，而且2个人私奔了，然后也生下了小孩。但是这个阿雄就是在台北常常要谈生意啊、谈工作啊，就会忽略了一下家庭这样子。所以我们也有2位要来饰演阿雄。那么这个年轻的阿雄呢，就是由英轩来饰演。你要带着年轻的芬芬私奔啦，小熊、小阿雄、小熊。我饰演这个掳人勒赎的部分。对，他会把小芬芬带离开，小芬芬带离开诗坛。对，小芬芬还是小芬？小芬芬，你不要抓错人，小芬芬。对，抓小芬芬。然后到了台北之后呢，小芬芬就变成钟芬芬了。钟芬芬就钟熊熊了。钟芬芬之后呢，就变成是钟阿雄了。钟熊啊，钟熊啊，钟熊。对，然后就是好，所以说你们到中年第2幕的时候，你们是饰演一对夫妻啦。对，是这样子的。好，然后呢，在诗坛乡呢，也有很多就是乡亲父老姐妹们会跟这个红哥饰演的阿辉伯会有一些聊天啊，对，互动的行程。那就由我们这边的3位，在你还没有变成大芬芬之前，你也会跟他们在一块。对，所以有4位。对，有4位就是4位大追顾。对，4位姐姐。大追顾。对，等一下我们拿到剧本的时候呢，我们会来试一下其中的1-2段戏。好。对。然后阿雄是客家人吗？阿雄不是客家人，台北人，他是台北人，是客家女婿。哦，阿你不要紧啊，没完了。跟大家介绍一下舞台现在的会有的样子。好，舞台是横的哈。对，这么大啊。对，刚刚忘记说了，最后呢，我们的整个戏的结局，会有一个神秘的女生带着大家唱一首歌，看来也没那么神秘了，就是会是吉娜在我们整个戏的结尾。原来是吉娜哦！天哪，真是惊喜！我们先看橘色的线。好，橘色的线它外面画出一个大的框，这是舞台的中间的线，我们称为 center line 这样。center line， 然后这边打了一个10字，就是这个舞台的 center。CC 位，就是到时候每一场把它放在这里，那就是最重要的位置。这是中心怎么讲？对，董龙，董龙在这里。好，红色的介绍一下，叫做翼幕 curtain， 翼幕是翅膀的那个翼，羽翼的翼。哦，它这翼幕它其实就是一块黑布啦。那基本上就是让大家走进来的时候就不要被观众看到了，就会被遮住了。对，所以大家看到现在翼幕里面有摆椅子，就是到时候大家躲的地方哦。这躲得很好。接下来我们可以来今天等的剧本要来这边领取了。
我们今天没有排完一遍不回家。我们先来对一下。我们要顺台词，对，然后 OS 应该就是之后我们都会再另外录，然后只是今天排练的时候，先要请2位。大家可以先帮我对一次这一段台词，真的让我有就是阿梅兰菊的第5页的这段，你们稍微念一次，我听一下。我讲国语哦，我这样。好，那你可以讲国语。对呀，刚刚去找你，你儿子说你已经去河边了，真不够意思。无啦，我迄想讲，按电话我录音。因为你用中文有没有？我没有 feel， 你懂吗？不会，慢慢来，慢慢来，我们把它顺熟了就会是好的。又打来吹了。对啊。你之前不是说要找什么兼职啊？有下文吗？我很累耶。啊，我就不累吗？可是我们现在薪水就是不够支付房贷和安安的那些啊。安安拿着讲义跟笔走进来。妈妈。你是 Siri 吗？你是 Siri 吗？难怪是连雷公都不敢来压你。我那么凶啊！还是要改，我看雷公都怕你吧。还是我们要换一下，你们换一下角色。你觉得很好？如果你们2个换呢？刚刚黑水嫂他身上，讲到笑的这样子，好笑。我要回击猴吧。哦哟，阿雄哥，你不要再开玩笑了啦，人家是真的很担心哎。哎，我没有在开玩笑哎，不觉得我说这句话有道理吗？不是有一句话说什么柠檬什么柠檬汁的？你是说当生活给你柠檬，你把它做成柠檬汁吗？对 ，When life gives you lemons, make lemonade。我过去。哎，大家等我一下，你们再顺一下啊。我觉得课语的部分可以再加一点，我们可以再讨论一下加在哪一边就好。哦，因为我自己本来练的是前面，就是我们上次练的那一段，前面都有。对。好，因为刚好那一天他们多找了尤里来，我想说让尤里可以演一段，因为他是小，我可以跟他换啊，他演那个啊，因为我觉得跟村民演感觉比较好。可以啊，懂。就是我意思是我们都是跟村民对比较好。好，我们等一下。那我来试试看。那我请尤里来。对，我让厨芳姐跟你对一次上次前面的那段。对。那什么？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真的适应台北，我也不知道，就这样做这个决定是不是对的？贴切。万，唔係講啊，係台灣人，就會還錢好冇？唔係啊，講吧，用嚟講，佢要興牙吧。佢早就唔係啊，嗌唔應佢就唔係牙吧。養個小狗。我最喜歡小狗了。我也是。那我要叫他萊恩，還有我的孩子。还有哇，一切都会很棒的，不用担心。有你在，我就什么都不怕了。你的未来一切都交给我吧。哎，这是什么？哇，哎，你这个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好。是小芬。没有，没有，你就是小芬芬了。换，你们换了，加你的戏了。对。小芬芬，你们交换了，一下子就觉得落入贼船了。我觉得你演比较好，因为会真的很像不敢去就是都市的，对，就是对，他已经没有那么纯真了。对不起，30要1岁，他已经没有那么纯真了。你要他讲那个，他会有点，我觉得偏害羞。然后你会吓到，真的假？你很久没回来，发现大家都死光了。这是你的人设。对，这样子。而且我也是为你特别打造呢，因为听说你就是从外地回来。你怎么知道？因为那个你们前觉得吉娜不能只有压轴，因为观众对于这个人物的出现会没有共鸣，所以我觉得吉娜要分摊红哥的一些旁白，让他我要扮阿辉伯吗？不是，是双黄的。阿辉伯吃饱。
阿辉伯饿肚子，阿辉伯吃饱。就是把阿辉伯的台词拆成一对，再大追过。谢谢啊。对，有点像是那个土地公、土地婆的感觉。我一试你就在台上。本来说放音乐就好，然后就有一种好像在地上设个陷阱，然后上面铺了草，就请你这边走这样，然后你就入坑了。现在在考验我的记忆力这样，因为要把很多的台词都背起来，破一了，我觉得有点被设计。林帅他真的是很厉害，不是啊，结果导演就很头痛，说好，我回去改一下剧本。是改剧本的头痛哦，所以他接受了你的建议，给了建议他都接受，然后剧本一直瘦身。后来吉娜还说，他其实就有写过一首歌叫《天光》，对，还有他说其实可以直接拿来用。这是我写给我弟弟的，我弟弟离开了。然后写给他的歌，他虽然歌名叫《要怎么和昨天说再见》，但其实重点是我不想要说再见。对，这样子。奶讲够咧，奶无的啦。无安样啦，你厝边出行好好咩？做乜呀？还有安样啦？我还讲嘅，当然讲。不是啊，我就是想要喜欢过那种快乐的日子嘛。快乐有这么难吗？不想跟你讲。我才不想跟你讲嘞，我快乐就是这么。想怎么样？就说了吧，台北不是我的家。不了，阿彩啦。阿芬手机掉到地上。喂，阿芬，有糖豆嘛？有糖豆嘛？你有说摕伊用米土呢？真正的哦，乜个米土啊？我当你最有细神。我不知啊，你去啥意思啦？我知啦，好啦，然后就叫去细神较重要啦。好啦，谢谢。好，不好意思耽误大家今天到比较晚，所以今天的进度就到这边。好久没有排戏了，我好开心。演技派呢，大家。可以的。好。全部都要拿下来吗？队长好。哇，今天也是送很多，应该的。太高安坐。太高好。哎呦。嗨，太高好。我们昨天回去讨论一下嘛。对，就是待会，因为然后想说，对，那个圈叉的，我把它贴地上。第一天好像大家的反应都比较没有那么的好，那时候就回去想，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还好也是有像小队成员有一些意见啊，我们就是必须要设计一些活动内容，然后跟自己也要放开一点。放开一点的话，其实民众他是比较容易去接受、去接纳这样子。那今天呢，很高兴啊，就是我们可以有这个荣幸，可以跟他们一起参与这个活动。那今天的特别来宾是我们的 Gina， 她客家话非常的好，唱歌非常好听。要不要先听她唱一下，再开始？掌声要热烈一点啊！你看到捏大擂台嘛？你们哈，开车同来同下冲嘛？一条罚速紧吗？有你们冲吗？有啊！掌声要给他吹。唔要冲啊！哎呀，唔冲啊，就冲！冲啊，冲啊！冲啊！迎宾在客家天师腿主持闹捏大擂台，我就会遇到很多长辈。可是那个状况比较不一样，是俩丢了会先给总比给丢都会第二轮冲狗，跟这个就可能小粉吹他们去宣导这些消防知识的那些老人家，他们的那个心情上可能不太一样。不过这也是就是接触那个老人家的机会，不受是有统青斗给弄一家了接触过给这种经验。好，等下安妮吼介绍一下怎么冲狗，好不好？开始给你恐龙一下哈，安妮先来考一次安妮基本的消防的知识哈。谢谢我们的队长哦，消防谢谢。开始给他顺沙糖一下，安妮你还要避水，你就知嘛？避水就是拿奖品啊哈。好，灭火器的话，这边有 A、B、C， 对不对？A 类，好，那边有一个 A 的话就是 A 类火灾。好 ，A 类火灾就是普通的火灾，好，如纸张，好，木质家具。那 B 类的话就是油类的 ，C 类的部分就是属于电气火灾，通电也有电气火灾。好像一半以上的长辈他们都听不懂国语，对，然后我又发挥了我小螺丝钉的角色，要做一个这个即席翻译那种
那种概念的。当中有3种色有嘛哈，白色、黄色还有抢色的。白色的吼，迄嘛个时就会用的呢，就是讲驾驶你不好衣服的啊，油枪、纸，也还讲给家具有没有木头做的这种哈，油也还旧的黄色的，抢色是电器起火的时候。这3种都可以扑灭。哦，俩3种都在用俩啦哈。那有了解吗？太清啊，有敌吗？敌。哦，我问一下，白色的嘛该？纸。哎呦，董娘厉害哦，黄色的嘞？油。哦，黑毛。有含有酒哦，有含有酒。强色的嘞，电线，看对了，哎呦，懂听，你泰国太极啊，厉害啊哦。好，我觉得到当地跟他们说他们的语言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所以你一进去如果先用语言沟通，其实你会马上就觉得哦，这个人是在跟我们真心在对话的。对，我们会请各个小队认领我们的村民。好，待会如果他的分数统计比较高，我们就送东西好不好？哦。那我们开始防灾知识大考验哦。遇到火灾时，要先大叫失火了，通知其他人，再打119报案，对吗？对。好，再叫咩？可是先叫这样子，他们才可以感觉要先叫吧？我觉得。要是要叫他们说是否要赶快出来？对。赶快就打119了。没错。所以就是不对哦，而先打119这样的通知其他人嘛，是吗？哈，先大叫。所以是。错。不能一边叫一边打吗？失火了，就是边打电话失火了。那你还是先叫啊。哦，也是。好，队长，洪都拉斯的衣服着火了，是属于 A 类火灾，对还是？姐姐，你们觉得嘞？衣服着火是属于哪一类火灾？有敌吗？来吃豆，所以可以吗？你们有共识了吗？衣服使用有敌吗？你们要先猜，我才能跟你们讨论呢。哦，对，有了，我们讨论决定了哈。应该是超马3个。你们还分不清楚 A B C D 对不对？这书怎么听都知道。听不懂吗？没有，他刚刚讲你们听不懂。大概有3个都跟我说，因为我以前没有念书，他就完全没办法理解 A 是什么，什么东西跟什么东西，是什么颜色吗？还是？我后来又重新讲了，第1种、第2种，我觉得说效果是有，可是没有到那么好，应该还要再做调整，因为可能问的问题比较难一点。好，这个烟现在在1楼这里，好，沿着这个楼梯间要上到2楼，好，要上到2楼。哦，你看，响了，对不对？感应到了哈。侦测到了，对不对？他叫了，有没有听到？有。都看得清楚吗？有看到吗？有，它是有用的。客厅要放啊，厨房要放，房间也要放。对，好，来，那我们现在看到什么叫做相对安全区？假设今天我把门打开，发现哇，外面充满浓烟了，这时候怎么办？赶快把门关起来，以下的门缝用衣服啊、毛巾啊、棉被啊，把那个门缝把它塞住，阻隔它的烟跟热过来。那我们就是在这边可以做待救。那我有问题，我开了窗，那这个时候我可以跳楼吗？求生不要，对。不可以跳楼，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因为跳楼造成的危险啊，跳楼更危险。对，好来，那接下来要问一下问题啊，好，问问题喽，有奖征答，送电路哦。请问我们的助警器多久要更换一次？好，10年。10年是我们的锂电池，那另外一种旧的助警器嘞？1年。1年啊，已经失火了，也冒烟了，这个时候我应该要关门。太棒了，太棒了！有要讲俩助警器啊，我去那一片张买得到。来，大卖场，消防器材，还有这边姐姐，大卖场啊，都对，来，3个都送，4位，他想回去了，也要给你。好，来，阿爸，预报跟时间都只有从一拍下来，就讲下，就讲下啦，黑马，答对了，全部给到谁啊嘛？给到谁啊？95岁啊，95岁啊，天哪！不是几多岁96。
96，还有一个，还有96了，还有，健保迄有用种啦，种迄有温度定温的，同一时间会叫的，那会种黑马给。另外一种是侦测什么？有盐呢？有盐的。全部收呢。厉害。来，好不好？哦，还有洗衫裤的啦，青虫啊，哎，杨子生，干掉。默契越来越好，然后我也渐渐的跟他们就是融为一起这样子。我就觉得说，哎，我们好像就是一个 team 了，对。拉到底，你就可以是水花，还是水柱，把他们冲出来这样。啊，假设我们这个三角锥就拉出来，先不压你这里，对，我在这里不是我啦，是我。哎呀，四个步骤，哦，对，帮我是哎呦，怎么那么快？步骤都对了，哎，都有了。好，运动师，哦，哎呦，哇，哎，最标准了。降温，把它覆盖，降温。各位乡亲，我们是不是热烈的掌声？谢谢我们驻村小队今天来帮我们做一个宣导。那我们等一下一起在里面吃饭啦，然后礼物等一下没有拿到礼物的来找我们主任哦。再带一组啊！好，谢谢。好。有很多奖品。哇，空有哎，你们用，嘿。好。就老年他们都有便当，已经打好。他们都有，我们用的。高岭村村长的老公，他们做的那个桶非常好吃，这一场很夸张，大家每个人吃了都吓到哎。没关系，我私底下会再去找。阿波，用他示范。你自己有做苦茶油是不是？真的要改哎，你跟女友待了吗？哦，我是日本来过，我是第一次参加。哦，有那么大的收获。谢谢你。希望还有机会再跟你们来开这个，他们真的很前辈。那你要跟他讲，你叫台客来，台客来，好啊，好。很好吃，早去我走了。很好啊。你平常会罚金狗钱的呢，因为我跟他说你要花很多钱，然后他说叫你常常来啊。阿婆可以直接坐这边。好。啊，你家住哪里？香园窝。香园路还有窝。永远我，因为他住的比较远，然后他那边他说不出路名，然后我们查不到。说不出路名，应该说他那个路名我们查不到，因为他是窝，只有香园窝，没关系，我们就先往那边走了。哎，上去就上盐水康，盐水康。资讯越来越多，越来越收不到了。哦，就大概就右转。哪边？两片吗？这边左转。两片左转，这边左转。这个凉亭啊。两片左转。左转右左转。左转右左转。两片哦。哎啦，在松阿姨那边。哦，松阿姨。哦，香园窝哦，这里。呀，传统的凤凤哦。哇，好漂亮，漂亮，真的很漂亮哎。听哦呀。哎呀，谢谢你们。不会了，就是这样，有穿衣吗？谢谢。哎，好，拿一哈，谢谢你，让你享受一下水床的感觉。谢谢。教他示范了，教他示范了。你买来只打电话过来我准备。哦，阿姨，安志生，好休息，拜拜。留步。拜。我们明天有一个小酒馆，需要一点食材。哦，捞到了！随便捞，随便有。所以我当下捞得很开心。对。捞完之后，我的想法比较偏放生。对。我们的厨师的师傅。哦。你知道我们今天有50个人吗？他一听到说哈这么多，哇，这个不行，然后他就开始拿那个围裙，他就开始做了。我们今天的点餐其实就是军医甲，原则上比较早定位的，我们就会让他到 A 区这样。好，开始了吗？我们要开始喽。
好可爱。